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6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箴言第3章第13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17到19节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圣灵的能力。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圣灵的能力有多大呢？看到很多现代灵恩追求者，他们非常喜欢强调灵恩的那种医治能力。坦白的说，这样是将圣灵的能力给减缩了，给限制了，也降低了。圣灵的能力绝非只有医治的能力，就如同我们昨天的读经所引用的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，天使告诉玛利亚的话说，圣灵的能力是赐给年老不会生育的这个伊丽莎白，就是她的亲戚。圣灵的能力就是让她能够怀孕生子。在圣经里面，另外有一个年纪非常大而且能够怀孕的，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的记载。这位人物呢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亚伯拉罕的太太撒莱。她是在90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儿子。让撒莱生子的是上帝的权柄能力，就如同昨天我们在读经的里面谈到了圣灵降临这个主题里面，圣灵降临就是代表的上帝的临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在谈论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其实就等于我们是在谈上帝的能力。箴言告诉我们，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。智慧比银子更有益处，比金金更有价值。智慧远胜过珠宝，你所爱慕的没有一件可以跟它相比。智慧使你长寿，也使你富贵荣华。智慧使你过愉快的生活，领你走平安的道路。聪明人有福了，智慧要给他生命。同样的，智慧所指的也就是上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与能力在圣经的观点都是指向上帝而论，因此我们在谈论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就必须以这个方向来论。我们之前有谈论过，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。所以虽然我们领受了圣灵，拥有了圣灵的智慧与能力，但是我们仍然不可能跟上帝完全一样，不可能跟圣灵一样。基督徒应当要谦卑，要追求，要领受，才能得到上帝的带领，得到上帝借着圣灵所赐下的能力。但是请千万记得，在我们彰显出来的圣灵所赐的能力，绝对不会
等于圣灵本身的能力，并且我们必须要记得，上帝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与智慧，不是为了要彰显我们所拥有的能力，我们说恩赐，而是要让我们更认识上帝。以弗所书第1章17到第19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天父，把圣灵赐给你们。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，启示你们认识上帝。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是要得到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，圣灵的智慧与能力有多大。圣灵在创世纪的记载当中是与上帝一同创造的上帝，那这个圣灵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说的，他有创造的能力。虽然我们领受的圣灵，也领受了圣灵的能力，但是记得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拥有创造的能力。其实说穿了，基督徒就如同跟亚当一样，我们领受了圣灵，就有了圣灵的生命，有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。可是为的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为的是要能够为上帝的伊甸园来管理，来服侍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，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江河的鱼类，海洋的生物，都归给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谢谢上帝赐下圣灵的能力，让我们可以与主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，赐福我们。感谢耶稣为我们牺牲赐下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